小朋友你好啊，又到 Baby in Bed 嘅故事時間啦。今晚我哋講一個叫刺蝟男孩嘅故事。喺好耐好耐以前，有一對老夫婦呢，佢哋一直好渴望有小朋友啊，但係好多年嚟呢，都冇辦法懷孕喎。有一日，老婆婆祈禱呢，只要可以畀佢一個小朋友，無論小朋友長得幾醜陋都好，佢都唔會介意㗎。於是喺一個落大雨嘅晚上呢，老公公同老婆婆瞓緊覺嘅時候，突然之間畀一個小朋友嘅叫聲嘈醒咗喎。佢哋好奇怪咁行出去睇下啦，喺大廳入邊居然有一個小朋友出現咗啊！佢哋好開心咁抱起小朋友，但係呢，就發現佢背上邊長有刺蝟一樣嘅刺。儘管係咁呢，佢哋都好開心喎，因為佢哋終於有小孩啦。婆婆更加對呢個刺蝟男孩呢，有如親生兒子一樣，十分愛護佢喎。當呢個刺蝟男孩慢慢長大，背後嘅刺呢就越嚟越長啦。附近嘅居民呢都當佢係怪物啊，經常取笑佢啦。有啲人仲會打佢，甚至向佢掟石頭添啊。儘管有老公公同老婆婆嘅愛護，但係經常俾人哋欺凌。刺蝟男孩每日都過得好唔開心，成日喺晚上面喊。有一晚，刺蝟男孩好夜都冇返到屋企，老公公同老婆婆好擔心，出去周圍咁揾咗好耐，終於喺一棵大樹下邊發現咗刺蝟男孩啦。可憐嘅兒子啊！嗰班頑劣嘅小孩又將你綁起嚟，仲將你打到咁傷，我可憐嘅孩子啊！老婆婆一面喊，一面幫刺蝟男孩解開身上面嘅繩索。好啊！我聽日一定要去教訓下嗰班野孩子啊！老公公好氣憤咁話喎。刺蝟男孩咩都冇講，淨係耷低頭喺度喊咋。佢已經記唔起今次係第幾次畀人綁起嚟打啦。佢嘅身體好痛，但心入邊仲痛啊。到咗第二日，老婆婆發現餐台上邊有一封信。爸爸媽媽，我實在無法忍受呢種受歧視、受欺凌嘅日子啦。我長得太醜樣啦，唔屬於呢個世界。我要隱居喺森林入邊，獨自生活。對唔住啊！啊，我嘅孩子啊，我嘅孩兒啊！老婆婆大聲咁喊，同老公公周圍咁揾，但揾咗好耐，都係揾唔到刺蝟男孩。好多好多年之後，有一個國王嚟到一處森林打獵。國王呢，因為追逐一隻鹿，同刺蝟失散咗啊！佢喺森林入邊迷路咗2日啦，又渴又餓，終於捱唔住暈咗啦。國王迷迷糊糊咁呢，感覺有人喺度餵自己飲水同食飯喎。又過咗幾日，國王嘅身體恢復啦，見到一個刺蝟模樣嘅男子喺面前，嚇咗一跳，大聲咁叫：怪物啊，怪物！刺蝟男孩轉過身，同國王講：你唔使驚，我唔會傷害你嘅。我見你暈咗喺森林入邊，將你救咗返嚟呢度。國王為自己剛才嘅説話感到唔好意思。佢話：為咗感謝你救咗我，你想要乜嘢我都可以應承你㗎。過咗咁多年獨居嘅生活，刺蝟男孩好想有人陪佢啊。佢話：國王，當你回到皇宮嘅時候，第一個迎接你嘅女人，我希望佢可以嫁畀我。國王心諗，當佢回到皇宮，第一個迎接佢嘅女人一定係佢嘅侍女啦，於是就答應咗啦。可惜國王錯啦，佢嘅小公主因為太掛念國王，當知道國王返嚟之後呢，就急不及待咁同啲士兵出城迎接。
當國王見到第一個迎接自己嘅女人，居然係自己最痛愛嘅小公主，佢好傷心啊！國王話俾小公主知事情嘅經過，並打算呢用侍女假扮小公主呢嫁俾刺蝟男孩。但係小公主拒絕咗，佢認為人要遵守承諾，因此佢願意嫁俾刺蝟男孩。刺蝟男孩見到小公主嘅到來，心入邊好開心。自此，小公主就同刺蝟男孩住咗喺森林入邊啦。小公主發現刺蝟男孩每晚呢都會靜悄悄咁行出睡房，到天光先返嚟㗎。有一晚呢，小公主忍唔住好奇，偷偷咁跟喺刺蝟男孩身後邊。只見呢，佢行入一個冇人嘅房間，將身上面嘅刺呢好似除衫咁除咗落嚟，然後變成一個非常之英俊嘅男人啊！到快要天光嘅時候呢，佢又着返個滿滿嘅刺，變返刺蝟男孩啦。當刺蝟男孩知道咗小公主已經發現佢嘅秘密，就同小公主講：我自小就俾人落咗咒語，白天身體呢會長出刺蝟一般嘅刺，到咗夜晚先可以將呢刺除落嚟㗎。但你千祈唔可以將呢個秘密話俾人哋知啊！如果唔係，我永遠都冇辦法除低身上面呢啲刺㗎啦。小公主好開心，佢想唔到自己嘅丈夫原來係一個英俊嘅男人。一開始佢冇將呢個秘密話俾任何人知，但係過咗一段時間，佢再都忍唔住啦。佢話咗俾佢姐姐知。嗰日晚上，刺蝟男孩驚訝地發現佢身上嘅刺再都冇辦法除落嚟啦。佢好快就諗到係因為小公主將佢嘅秘密話咗俾人哋知啊！佢感到好傷心，諗唔到小公主咁快就泄露咗佢嘅秘密，諗到以後再都除唔低身上嘅刺，佢傷心咁離開咗啦。從此以後，小公主再都冇見到刺蝟男孩啦。佢好後悔自己冇守住秘密，為咗再見到刺蝟男孩，佢一直喺刺蝟男孩嘅屋企入邊等候，但等咗好多好多年，佢依然冇再見到刺蝟男孩。故事到呢度就完咗啦，早唞啦。